来打包包裹啦！这个客人已经跟我算是 N 次下单的客人了，回购超多次，耶！我们来看他买了什么。首先，因为这位客人实在跟我回购太多次，我送他好多礼物。这是小白的那个存钱筒跟皮卡丘的东西，这个宝宝超喜欢宝可梦的。还有这边这个是毛巾，宝可梦也是一些可爱的吊饰，然后还有一些可爱的小东西放进去。再来又是小礼物哟，也是可爱的包装袋帮他包好。之前的活动只要有下单就会送的积木，超可爱的高飞。这位宝宝选择高飞的角色，然后这位宝宝超喜欢蜡笔小新，我都有贴贴纸哟。再来是他买的这个是绘梦点睛，也是宝可梦造型，真的超可爱的。公仔直接被他拿下啦，我放进去。又是公仔啦，这个是泡泡玛特系列的，超可爱的。然后这边贴纸。再来是超多宝可梦卡牌，这位宝宝超喜欢卡牌的啦，我每次进货都先介绍给他看，超多，直接全部带走啦。嘿嘿，再来是我们的宝可梦卡片，也是厚厚的一叠，直接全部包走喽。将最后这个是我日本大阪带回来的一个小新公仔，也是送给宝宝。